发动伟大军演，明仔载会展开实弹射击。咱总统府批评这是咧破坏大海的稳定。今仔日各地有较温暖，也毋过明仔载开始又搁要变寒，拜四元旦有冷气团到位，要等到礼拜天气才会转好。针对跨年活动，交通部提出6大措施，一寡大车站会加强门禁的管制甲警力等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做伙来关心的，就是这总统赖清德是来接受电视台的专访。伊是专讲警伫209兵工厂，也就是这云霸铁架车的生产基地。这专访的重点就是咧讲国防自主，而且呢，这赖总统伊嘛强调讲，若准有传出任何伊已经投降的消息，安尼迄拢是假的，敢若靠实力才有法度来讲和平。和节目主持人做伙加入国防部军备局209兵工厂，总统赖清德这回接受专访，调工无选伫的摄影棚也是总统府，颠倒是加入军工的现场，要让台湾人实际感受到国防武算，不是一组数字，是实际投入战备甲3零。到目前为止，他还不够这个实力嘛？但是我们不以此为自满，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要持续增加我们的防护力量，我们要持续提高我们这个豪猪的这个力道。讲到国防自主，总统赖清德表示，要提悬力头，必须要展现高度防卫决心，才通甲中国下好调。而且强调，中国伫侵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散布假消息，互咱民心士气拢散去。在整个中国侵犯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消息说我投降，那绝对是假消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进前嘛要强调相关的对待立场。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赖清德解说，和平是无价，战争无人会赢，不过和平一定要靠实力才通得到，袂当靠一张协议尔尔。我身为总统兼3军统帅，我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跟区域的和平稳定，不让战争发生。那边赢第4届主动国防特别条例，而且要求赖清德去到立法院报告备询。赖清德互人问到这个议题时阵，表示伊愿意去立法院做国政报告，不过随问随应已经违宪，问题要解，要着那边赢有动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伊是讲希望明年会当访问中国，而且甲习近平来见面，而且伊个强调讲，这双方呢其实是无交换条件，就是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过民进党是回应讲，其实对中国来讲呢，这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无任何一个台湾人是有通接受的。当连主席踏上中国大陆土地的那一刻，两岸的人心都不一样了。在那样子的一个2颗子弹之后的氛围底下，中国国民党还是做了该做的事。顶日才表态，2026就半年要访问中国，毋望促成第10回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联合会20周年的时阵，毋但想起当年杨华社要搁一摆为两岸关系拍开历史窗口，打起和平的桥梁。其实赖清德也不用紧张，他这么想跟习主席喝珍珠奶茶、吃晚餐，他只要接受9·2共识，下架台独党纲，我相信他可能比我更先见到习主席。这阵录影唔通着急藏西，郑丽文阁表示，假习近平见面无门票、无交换条件，只有9·2共识反对台独，认为国民党伫台湾要建立清楚稳定的信息，都是会当选择和平。民进党回应，只要对等尊严，当然关系甲中国官方做交流。9·2共识就是1国2制。中共早就宣布了1国2制，在香港模式，台湾人都看得到香港的下场。因此，在台湾没有人会接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还要叫别人去接受，这真的很可笑。随第10回真受注意，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林国正也点出，台海和平要相信习近平有淡薄上离谱。对此，郑丽文只简单的表示，认为无大滴讲，也无大滴回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看一项消息，就是这中共呢是来宣布要来发动围台军演，有海空战备、警巡等等的项目，而且明仔载就会展开实弹射击。
即马这两岸的局势是当咧恶化，中共的今仔日是无预警来宣布要对台湾来发动军演，而且因这军演的代号是正义使命2025，出动陆海空三军，也有火箭军，针对这台湾周围呢是投入这海空战备警巡，而且预计明仔载就会进行实弹射击。咱总统府除了是强烈谴责以外，也批评中共呢是直直咧破坏这台海的稳定。也那咱国防部目前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执行战备操演。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嘉义县议员蔡正宜呢，伊是互检方指控，甲中国的牵手有来组一个跨国集团，对2020年开始呢，就咧洗钱啊，而且这4档来过手的钱已经超过新台币225亿。即马桥仔头地检署伫今仔日侦查终结，是隆重起诉5个人，其中对这蔡正宜是求判10档的徒刑，另外针对伊的牵手等7个人是来发布通缉。叫什么名字？里面还有谁？高雄市县警专副总秘来到高山一栋大楼调查洗钱案，警方表示，因接到线报，讲嘉义县议员蔡正宜甲伊中国籍姓董的牵手，伫高雄设点跨国洗钱。警方对5月起隆重发动5届敲锤，小抓抓到客服人员甲集团的干部。警方讲，隆重查到14名嫌犯，有7个人港去国外已经发布通缉。蔡正宜翁仔埔伫幕后指挥，安排家己人做干部，然后找少年仔来训练，顺续爱金看朋友来做。高薪、轻松、免经验工作为号召，招募年轻人协助境外博弈、资金盘网站转账、不法金流。桌顶摆甲满满证物，包括手机啊、金融卡、还有牌啊等等，拢是这个集团的犯罪工具，甲不法收入。检方对5月开始办案，蔡正宜8月底准备去国外，伫机场去互警方查落来。不过因某自5月出国干拢也未回来，已经互警方通缉。检方强调，蔡正宜翁仔某伫国外成立据点，透过跋筊背带来洗钱，规个集团的运作分工有路。初步估计4年来洗钱的金额超过新台币225亿，不法收入大约2亿。扣押蔡某、唐某夫妻所持有爱马仕、香奈儿精品包85个，劳力士名表1只，不动产及现金总价值1亿7441万余元。检方强调，蔡正宜一直无承认犯案，甲所有代志拢撒互因某，犯后的态度互人无法度认同。经过4个月追查，29侦查结束，按照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对蔡正宜等5人起诉，其中蔡正宜具体求刑10年。记者郭家祖、顾兆勇、高雄场报道。另外，针对这跨年活动的交通甲维安的这交通部是来提出6大措施，亲像台北车头这重点的所在呢，是因为人真多，所以会加强这门禁的管制，也有加派警察等等。另外呢，这立委嘛要求讲未来这防灾的演练应该就要强化随机攻击，甲增加警报令。跨年底路正紧，就是元旦，刷来也有旧日过年，真侪人拢有出门佚佗，也是回乡的拍算。民众也拢真关注大众运输的维安议题。8月交通部伫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进行专案报告，民进党立委陈素月指出，应该像捷运、台铁和高铁这较限制针对随机攻击去做防灾演练，要求交通部按改善。对于这种恐怖攻击的状况，好像还没有模拟演练过哈。是，报告委员，其实有模拟演练过，但是频率上面确实是比较少了哈。我们是针对水灾、火灾等等的一些灾害的状况，我们有时常在模拟演练，但是对于人为的攻击的部分，是我们未来必须要加强的。另外，针对这届台北随机杀人的案件，有民众党立委林国成认为，虽然讲像发生紧急状况的时，车厢内底拢有警铃通知站务人员随着通了解状况，也毋过车站内底的警铃有关无够。交通部表示，针对明年1月底台北车站的联合防灾演练，会加入去讨论，把它联合起来，知道24小时这里有紧急事故，马上有办法去做到这一点，部长。要不要研议一下？例如说北车这么大的一个量体的状况底下，它的密度上到底够不够？这个我们来检讨哈。那1月底，也就是明年的1月底哈，我们会办一个北车的联合防灾的演练。
嘛有国民党立委指出，亲像台北车站这款结合无共运输系统的大型车站，主管单位侪分工复杂，嘛去延误着互相沟通的时间。交通部表示会改善紧急事件通报的流程，嘛针对元旦甲春节连假提出6大精进措施，包括强化评估科技监控含警示，也能像台北车站这款重点交通站，因应假日的人潮，也会加强门禁管制和加派警察，也有保全力量等等。记者卢尚珠、王兴忠台北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呢，这全台湾各地是有加较温暖啊，也毋过明仔载开始又搁要变寒。气象署是表示讲，拜2、拜3呢，这东北季风变强，所以北部、东北部呢会湿又搁冷，而且拜4元旦的时阵呢，冷气团到位，就要等到礼拜这天气才会转好。拜1是一份好天的天气，不过气象署表示，接落来会有东北季风落南。拜2、拜3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甲东北部温度会较低，水汽也会增加，遮好面会有雨。31看年暗，气象署提醒，有要伫北部参加看年活动的民众，爱穿雨靴，嘛建议爱插雨伞、雨伞。预计一直持续到跨年夜，包括元旦。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容易有阴天、雨天的天气哦，尤其是在基隆北岸、双北的山区，可能雨势呢会比较大一些些。这当中又有新竹以北、宜兰的降雨呢是比较持续的，那花莲、台东、恒春半岛则是比较零星的降雨。除了拜2，东北季风增强，气象署讲拜4元旦会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初2、初3是温度上低2天，要到初4天气才会转好，温度也会慢慢回升。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将下探到10到12度左右，南部、花东还有澎湖大概在13到14度，金门、马祖温度更低，可以来到7到9度左右哦。那2号跟3号会是这一波冷气团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气象署提醒，这礼拜要注意温度降低，衫爱穿雨靴。若有要去关山的民众，也要注意安全，因为低温的关系，路面有可能会结冰。这波大陆冷气团落南，因为水汽看起来无够，所以关山落雪的机会会较低。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讲到这冷气团到位，关山会落雪，所以呢，有民众是走去这雪霸国家公园要来看雪，无想到雪干甲安尼混袂去，就爱等人来甲救。国家公园署是提醒民众要去山顶呢，一定要爱评估这天气甲家己的能力，避免发生意外。沿途建筑可能会被雪压倒，步道湿滑，务必小心。雪霸国家公园的巡查员真用心提醒山友，伫落雪山区爱注意家己的安全。若身体不爽快，爱随落山，维护安全。冷气团发威，台湾高山连续落雪结冰，部分山友上山来赏雪。雪霸国家公园连续发生2件山友失去温度混迷等待救援的事故。立即与苗栗县消防局联络出勤事宜，该患者因状况严重，已呈现欧卡。除了苗栗县消防局指着一行6个人的队伍，其中一人敢若失温昏迷以外，台中市消防局上款是指着一行5个人的登山队去爬雪山，一人敢若因为失温失去喘气心跳，已经派人上山去找，也请这个空军直升机协助救援。一行5人，包括我们离山分队的3位同仁，还有武林管理站跟武林小队的2位同仁一起做抢救的部分。因现阶段天候状况不佳，积雪已达30公分，我们预计明日上午再尝试全力前往，是否能接触待救者。由关山地区的气候瞬时万变，玉山国家公园也发生2件因为失去联络也是真慢才转来引发的搜救案件，虽拢平安来撤案，可惜救援人员真无用。国家公园署提醒，最近山系活动风险明显升悬，呼吁山友爱小心评估天气自身的能力，做好万全的准备。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雪地三宝啊、冰壶、鞋子跟眼盔啊这些东西，卫星定位系统准备好。后面那一波的冷空气，目前是有达到大陆冷气团，北部、东北部有可能达到13、14度。不过，对着山顶低温落雪，气象民众牵马去母岭，相关单位依照国家公园法这法令来发。也若气象署强调，这波冷气团已经减弱，未来1礼拜依然受到2波冷空气的影响，尤其是拜5、拜6这波大陆冷气团南下，全台温度会明显来降低。记者宋华报道。
虽然讲即马天气呢有较寒，也毋过台南市也是新增加2例的天高咧境外移入的这个病例。这是住伫台南市南区有一对60外岁的翁仔某，因是去到菲律宾佚佗，回来刷确诊啊。目前这相关单位已经完成消毒甲化学防治的作业，也咧持续监控疫情。清消人员唔但针对确诊的客家工作地放喷雾罐防治，连外口也投入化学防治作业。台南市这边公布新增加2例天高节境外移入病例。台南南区一对60外岁本国籍翁某，这个月19菲律宾旅游回来了后，自时开始陆续出现发烧的头症症状，伊拉 PCR 阳性确诊天高节第4型。那国人如果有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柬埔寨等等的旅游史，然后出现发烧及呕吐、恶心、头痛、骨头痛等疑似登革热症状，请医疗院所要善用登革热 NS1 快筛试剂，并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立即进行一个通报。因为考虑个人社区活动时间较长，天高节防治中心当日开疫情讨论会议，动员卫生单位甲区公所针对居住地、工作地甲活动地进行紧急喷雾罐防治，接触者送检、环境执行员清除甲带病蚊仔密度调查，各规划化学防治作业。目前已经全面消毒员继续监控。你个蚊仔爱定才会当迄落嘛，你啊天气冷啊，你即摆咱都。拢无网啊，照有迄讲照 SOP 咧行，因为共款50公尺啊，迄个周围环保局佫有来喷药啊。根据疾病管制署资料统计，甲今年12月18，果然已经有天高节29例本土病例，甲257例境外移入病例。台南市本土个案是今年10月3例。无拖甲社区，经过31天的检测，已经伫11月25解除。台南市卫生局呼吁，因为国际之间天高节疫情严重，而且境外移入病例一直在增加，各界应该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又搁有人食毒塞车，这是一个姓黄的男性，伊是塞车塞正向，伫新北市邦桥的溪头间呢连续弄路边7台乌多摆，而且又搁弄到一个当咧看车的民众。警方是发现伊本人无驾照，初步检查搁去验到食毒，目前已经移送侦办。白车当一个行啊，颠倒向西地路半路停落来，佮继续驶，再去煞失控步冲，弄到路边真侪台汽车。车的汽车骑士也被当场弄到，倒地练几啊练，佮一摆骑起来行路摆卡。他是乘客是不是？所以车上只有你。警方接到报案几分钟了后，赶到现场，调查30岁查甫人讲是路放无熄咧看导航，无制止落到油门。不过关警初步调查发现无驾照，检测了后，佮验出假道塞车。嘣一声，好大声啊！我们在这里就有听到很大声啊。我说，没有驾照呢，怎么租啊？朋友租给他的这样。听到出来，车祸，那边警察人很多，救护车载我出去。当现场车头损毁变形，而且车壳受损，车牌也弄猫落去，有7台机车。车祸地点就伫新北市邦桥区的溪头街。肇事姓的驾驶驶查某朋友坐的车，伫27下晡4点发生自动车祸，佮互一个技师身躯真侪所在切伤，倒手骨折。查黄男酒测值为0，为精神状态不佳，经施以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检验，结果为阳性反应。这驾驶毒品前科即摆包含无照塞车、颠倒向塞车、食毒塞车，互警方依照道交条例这段起罚，各罚超过15万，各牵涉犯过失伤害公共危险毒品条例，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台中的清水这单呢，是有一个男性，伊讲呢，因为录袂到这粪扫车，而且佫跋倒，心内实在是唔甘愿，所以转寄刀啊，叫清洁队出来讲，转互人呢赶紧打电话去报警出来。即卖这个寄刀啊的查甫人已经互人抓起来，也法院也裁定收押。这4出查甫人摕西瓜刀走出来，想要找清洁队员理论，当时队员秘伫车顶翕到这个恐怖的情形，并且报警。警方到现场了后，是甲抓到的查甫人抓起来，并且移送地检署侦办。随即启动优势警力赶捕现场，现场及时将蔡贤以现行犯逮捕到案。代志发生第27载时11点外，台中清水新青路这条巷啊，
64岁姓帅查甫人提藏着西瓜刀，看到清水区清洁队的粪扫车到位时，倒提出来讲要找姓王的队员，情绪也真激动。原因是因为2日伊倒粪扫时阵无赶到这个粪扫车，结果家己也跋一倒。伊去跋倒啦。跋倒拍喘啊啥，我咧甲伊讲个就烧声啦。我当真气的款啦。这个几摆咯，斗但嘛等会着着嘛，哪会讲是伊咧等无着？也若清洁队员方讲叫代志，定定听到。以中台湾来讲，像是南投德山，有民众因为无确实分类这粪扫，清洁队员甲苦劝，并且请伊提回去，扣去互伊骂，甚至要甲踢。分林是伫今年5月，分别伫水南甲斗南拢各有一站。也若台中是头一摆发生。清洁队是讲，除了加强宣导动人敌群的安全以外，也呼吁民众爱理性。区队将针对相关同仁持续加强心理关怀辅导，并提醒执勤人员随时注意周遭环境，如遇有突发状况，务必迅速逃离现场，以保护自己为优先。也台中检方27暗时对四川查甫人进行核讯，认定伊涉犯刑法妨害公务、恐吓危害安全这罪嫌重大，而且反复实行恐吓犯罪的疑虑，有关押的原因甲必要，向法院申请关押核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南投草屯的交公街这段的本地3米宽的巷仔，最近煞互人甲顶掉咧。在地人是真不满，讲这路呢互人买去，而且佫要求做好，就爱甲这地买转来，毋才会当佫行。公所是表示讲，会请相关单位来会勘，进一步来厘清。巷仔口看板几下的大型阿摩托护栏，民众驶车出入都爱真细腻，一直讲都像咧去驾照。我这算细台就则歹开啊，就大台边啦。啊，阮你内底人啊，有人讲发生什么代志要入来，对无？危险。住户无奈表示，南投草屯的交公街原本是大约3米宽的巷仔，不过最近1个月，毋是巷仔边后悔鬼挡路，最近更加出现阿摩托护栏占路宽一半。住户无奈表示，伫当地已经住20-30年啊，主张这条巷仔已经是继承道路，不过部分所有地区分煞互姓陈的地主买去，要求住户爱买土地才会当通行。这位先生啊，因为他是买那个。故意买那个什么土地公的那个庙是那个持有份，他故意买在这边，他为了什么？为了征求他的利益，想要卖给我们。本来是七分的，真侪人七分嘛，啊，伊去买起来了，伊甲分挂这个路的部分，这个路尔啦。伊要爱这个路的，无伊要创啥？路就是要对位份啦。路就是准备要丢关价要卖啊，啊无唔知要创。也不过，姓陈地主主张，乌石标线内底是私有土地，家己也合法出地土地所有权，当初是如何刁难，无要互台电设电火条啊，造成用地困扰，所以将家己的土地也围起来，捍卫财产权。啊，但是我地啊，你要甲使用，你爱甲我协调啊，是毋是安尼？爱看因内底住户看要安怎样呀？地主他有主张他的权利，但是他目前是向到公共使用。公所表示，会赶紧来会勘8千监视继承道路，也会协调双方，互证据检告上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这俄乌局势可能阁要有变化。美国总统 Trump 是伫咧12月礼拜时阵来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来其实呢，伫咧这场会谈进前，这 Trump 呢是有先打电话给罗西亚的总统普丁，而且佫讲点外钟的时间。泽伦斯基是表示讲，目前这和平草案呢已经有9成拢达成协议，按算伫咧明年1月伫咧华府就会公定。伫罗西亚继续攻击乌克兰的时阵，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飞去美国佛州，甲美国总统 Trump 开2点半钟的关键协商。煞尾 Trump 伫咧记者会讲，伊甲泽伦斯基见面进前，就甲罗西亚的总统普京敲一通真有效果的电话。双方的团队当咧针对要安怎甲战争结束来拍拼。Trump 形容这是这4年以来上晚和平的时阵。Well, I think look, you can say 95%, but I don't like to say percentages. I just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e could be very close. There are one or two very thorny issues, very tough issues.
but I think we're doing very well. We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oday, but really we've made it over the last month. 泽伦斯基在会议当中感谢美国团队的拍拼，甲和平的想法一点一点写甲真条文。伊讲20点和平计划有9成得到同意啊。尤其伫咧军事战面甲安全保障，乌克兰甲美国已经有100%共识，为着互和平会当久长，乌克兰准备放弃加入北约的申請，改用甲北約等級相像的安全保障協議。這項提議嘛得到真濟歐盟代表的初步支持。And we agree that security guarantees is a key milestone in achieving lasting peace, and our teams will continue working on all aspects. We also had a joint productive call with European leaders, like President Trump said already, and a lot of leaders, including NATO and the EU. 不過，克里姆林宮的立場也是真的。普丁照助手來講，羅西亞是絕對未接受烏克蘭甲歐盟講的暫時性停火，認為這是予烏克蘭哮喘的借口，敢若會延長衝突。羅西亞要求基輔必須針對頓巴斯地區的領土歸屬做大膽的決定，就是要求烏克蘭把目前羅西亞控制的領土讓予因。Для их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прекращения требуе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ечно, от Киева смело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идущее в русле работы, проводимой п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му каналу. Trump 嘛坦白讲，土地问题是目前谈判无法度过关的所在。伫咧外交谈判进行的上时，这火还未化。罗西亚讲已经攻占扎波罗热州的重要军事地古里埃普列，增加谈判的摆子啊。Trump 甲泽伦斯基已經達成共識，會伫明年1月伫華盛頓召集歐洲領袖，甲這場自二戰到今歐洲上慘的戰爭敲好煞。雖講和平看起來真近，不過領土的問題若無達成共識，這場談判可能夭壽失敗風險。國際新聞鄭偉仁編譯。其實回顧這一冬以來呢，全球是發生真濟衝突，親像泰國甲柬埔寨呢是因為邊境來起配面，那日本呢是因為小挺台灣，顛倒是甲中國來拍歹關係。另外一邊，這俄烏戰爭呢，嘛唔知當時會來收煞，看起來明年這變數也是真濟。2025年國際上有真濟大代誌，像影響全世界嘅美國關稅，電視全球經濟外交攏受到衝擊。那美中佇咧川習會了後，美國對中國其他嘅稅率是降到47%，美中無一節矛盾好。不過亞洲政壇也會受到國際關注嘅中國救參閱兵。中國羅西亞和北韓的領導人罕見出現佇同一個場合，互外界解讀做是新的反美電影。也那台灣在地緣政治上，嘛是牽動民主電影真關鍵的一部分。尤其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事論的立場，嘛指出日中關係惡化，甚至在軍事衝突也會升溫的趨勢。公然發表涉台露骨挑釁言論，暗示武力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在中方表達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後，還執迷不悟，拒不撤回。中方對此堅決反對，絕不容忍。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これ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国際社会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であり、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が対話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というのが我が国政府の一貫した立場であります。戰爭的部分，亞洲嘛無平靜。泰國和柬埔寨因為邊界爭議發生衝突，超過50萬人有路無處。另外，中東地區的加沙戰爭和伊伊衝突，當地咧美國總統川普超7了後協議停火。也毋過，俄烏戰爭已經戰備4冬，當時的收煞和平方案是有關無進展。Все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за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времени Россию они разрушат, развалят.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свинки тут же включились в эту работу прежней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ї адміністрації. 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вони не тільки бачили, а й реагували. Зокрема, партнери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Америки, які часто кажуть, що Росія начебто хоче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але з Росії звучить зовсім інша риторика, інші сигнали.
2025年国际冲突升温，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等，多国家拢在增加国防预算，嘛拢呈现出对区域安危的不安。接续落去，2026年国际局势、美中对抗，也有台海关系等等恐惊，也是充满变数。记者卢长如、郑准友台北报道。法国的传奇女明星毕基巴杜呢，昨过星期伊是食到91岁。这个因为性感的形象，互全球拢真痴迷的女明星呢，伊是伫个事业当咧旺的时阵，转去关注这动物的议题，而且一个做落都有半世纪的时间，这嘛互伊的人生过了甲别人真无共款。法国野党传奇女星毕基巴杜的基金会日前发声明，基金会创办人兼主席毕基巴杜已经过身。Ultra connue en France, mais aussi à l'international. C'est une annonce faite par la Fondation Brigitte Bardot à l'instant.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伫社群媒体答问，伊的电影声、音响、毛片声甲动物热情，体现法国自由。国际媒体及时发出讣文，有一寡也未听到消息，来到巴杜徛家外口，递上卡片甲回溯表示哀悼。巴杜1934年出生伫巴黎，1956年主演电影《上帝创造女人》，伫国际红起来，片中伊演一名年轻的女子，追求个人的欲望，无顾传统道德束缚。跳万保姆的周边真迷人，挑战1950年代父权社会对女性期待。伊伫电影中解释角色，代表女性自由甲性感解放，演艺生涯超过50部电影、音乐剧甲电视作品，成做法国文化爱豆。巴杜1973年39岁时退出野党，因为野性风不化，成做性感代表，无想要踏入做美女。加上捌伫1960年26岁生日迄日自杀未遂，将其尾以放下名利，投入照顾流浪動物。En fait, si on veut rendre hommage à Brigitte Bardot, la première chose, c'est d'arrêter de manger les animaux, d'arrêter de les porter, de ne pas utiliser les loisirs qui provoquent de la souffrance aux animaux. Donc le meilleur hommage, effectivement, c'est de suivre... 有名反掠海岸运动人士沃森甲巴杜友吉甲职业外半世纪，两个人1977年伫加拿大海拔垃圾抗议中相拄。伊认为巴杜会希望民众会记得伊是为动物权益发声的人，而毋是互叫做性感鸟啊。巴杜少年时特捌反皮草行上巴黎街路来示威，晚年继续反对皮草流行，政治立场更加偏向极右派。发表对当时穆斯林甲移民的贬低言论，5摆因为煽动种族仇恨，和法国法院定罪。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再来看，咱陆委会呢是要求万外的中国籍的配偶呢，就要交出这渎职的证明，也毋过到单，也阁有要1000人是无交。这年底就是期限啊，也就是讲3天后，这个人呢，恐惊会互咱台湾甲伊渎职。总统赖清德是下令讲，清查这军公告当中敢有中国籍的身份，也那陆委会呢，要求摕到这台湾身份的中国籍的配偶甲因的事实，伫个3个月内是爱交出这渎职的证明。根据了解，目前还阁是有要1000人是无交的。在野的立委呢是烦恼讲，这个人恐惊是会互两边的政府安尼踢来踢去。另外来关心的是，今年这台湾出口的表现呢是真好，也毋过中央大行呢是来公布12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总指数是64.3点，这是平顶个月还阁较减0.35点。这或者是指出讲呢，民众会对经济遮尔无信心，甲美国的关税也未确定是有关系。年底要到啊，民众对台湾的经济也是无什么信心。中央大学发布台湾12月经济信心指数是64.3，比顶个月下降0.3个。6项指标中，敢若物价水准和家庭经济状况有小可提升。其中4项指标分别是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股票投资时机和买内坑的财货，拢是下降的。学者分析，这和美国关税有关系。伊讲明年的经济状况不是大起就是大落。如果我们未来就是要在美国做很大的投资，那个在未来对台湾的影响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大。好，但是对经济、对股市的那个影响会不大一样。股市有可能继续涨，好，但是我们的经济可能会慢慢往下走。学者指出，虽然今年 AI 热潮，台湾出口表现真好，投资经业连续创新高，全年经济成长率超过7%。不过，一般的民众拢无啥物感觉景气也是真歹。学者分析主要的原因和台湾就业人口有关系，因为目前台湾的就业人口也是以服务业和传统产业为主，科技业若旺，民众一般拢无啥物感觉。半导体业啊，光电啊等等的，大概占的是
接近90万人口，所以这个大概是占全国人口的7%而已。剩下的这个70%呢，不见得是有薪资增长啊。学者指出，明年的经济可能会出现两边的极端。除了 AI 产业有发展以外，其他的传统产业、不动产相关产业、服务业拢较悲观。学者也呼吁政府持续关注传统产业，稳定民众的信心。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伫今仔日2点外的时阵，台中潭子的巷仔内呢，是有一栋3层楼高的透天厝发生火灾。这厝内有一个90多岁老阿公，伊是有互人家救出来，也毋过住伫2楼的66岁后生却不幸来死亡。根据了解呢，这现场是有人听到爆炸的声音，也那详细的原因要着调查。黑烟对2楼马兰达直直冲出来，台中市潭子区和平路巷仔内，2到半暝2点外，拄到火劫，上队接到通知，赶紧出动20架消防车来到现场。消防人员赶紧用水龙拍火，搁用家私破坏1楼的门户，看到94岁4年的阿公意识清楚，紧甲救出来。伫倒火迄阵，阿公是家己一个踮1楼困，伊的后生也是66岁的厝主，嘛是家己一个踮2楼困。迄时伫2点45爆发，上队伫2楼看到厝主的时，伊已经死亡。看的时候发现已经开始着火了啊！那时候已经火冒出那个铁的。就是晒衣服的那种铁架外面的，对，然后就赶快敲门，然后顺便报警这样。进到2楼就是燃烧的房间，然后目前是后续看到的是罹难者是在他的床上，然后没有其他逃生迹象。2到早起现场已经用封锁线封锁，协调人员来到现场搜证。4年的阿公心情平静，伊讲半暝有听到乒乒着，也毋过毋知影是什么声。我起来消防队要咧记门咧，伊嘛伊家己一个困尔，因某查某囝生囝去做伙啊。消防局表示讲，这间厝体是3楼起厝顶嵌铁片的透天厝，倒火点是伫2楼4年的厝主房间，小团面积大概10平方米，详细倒火原因搁会调查。其他的家属早起嘛来到现场了解状况，后续老阿公会由区公所协助安置。记者综合报道。又搁发生这性骚扰的代志啊！这是发生伫新北市祥和病院呢，是一个21的查某医师，伊指控这英国的主管是对女性安尼卡来手来，甚至搁要求有心的医师呢，每时都爱来值班。虽然讲这病院是有家己处分，也毋过说罚甲真轻。医师职业工会是指出讲，这制度呢，恐惊是有空芳的。也那病院是表示讲，目前已经照程序来处理。病院本来应该是守护生命所在，也毋过即马消防积极，安怎连徛伫第一线的医师拢无法度互好好的保护？祥和病院有女医师出面指控，主管除了强迫有心的医师伫夜班，也摆对多位女性同情建议甲肢体性骚扰，登记存出离个手。有人在麻醉苏醒时、意识模糊时，被他用双手报复的方式摸手；有人在密闭的办公室里被强行摸手，长时间的手摩擦手部，还被说你的手比我的还温暖，这些恶心的话语。受害女医师已经离职，伫工会陪同出面指控，涉及院方对涉案人员的顶处，只记小过一摆，却无对我说明调查过程甲处理依据。工会也指出，涉案医师即马有缘担任所属医学会重要职务，掌握学术资源甲权力，恐惊互更较侪少年医师受害。即马制度有缘有检讨空间。如果说今天你有违反医师伦理的状况，最严重是要被移付惩戒。移付惩戒当然就会出现在卫福部现在我们俗称的狼医平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那现在大家有看到吗？当然没有看到。那中间这个环断在了哪里？祥和病院发布文字声明，保证稳定，也是暗号，强调任何涉及性平加职场性骚扰，拢会秉持零容忍的原则，爱兼顾当事人军事保护加刑事正义。所以无对外公开个案细节。申诉案成立了后，8月28已经下图被申诉人的主管职务甲定处，加当地正式转移公告。因为事件正伫司法程序，无方便就个案内容做评论还是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云林县政府是来公布讲，今年呢，因为这雨水有够野，也搁有在地呢是来换种一寡较袂遐食水的作物等等，所以这是这25冬来头一届出现无明显的地层下陷的这个情形。县政府是表示讲，也会建议中央来扩大奖励，提悬欠水补助的金额。云林去年因为恶残的需求过去超抽地下水，致使地层下陷严重。为改善地层下陷的问题，中央地方今年提出不少水田转型的节水政策。根据水利署监测资料显示，今年云林县的下陷拢无超过3公分，是25冬以来的头一摆。全县没有一个3公分以上的一个下陷的一个地区，这是有监测的一个结果，就25年来首次有这样的情形。主要的原因是归咎于就是它的水情在去年度水情比较好，而且它的一个接水作物的推广有明显的一个成绩。云县府水利处表示，云林全年下陷速率超过1冬3公分的面积有247平方公里，去年是226平方公里，其中包括好尾、土库、元长、甲大陂拢是主要沉陷区。若今年全县无任何地区有明显的下陷，会继续推测省水的作物。到那时候刚开始淹的时候，它猛这样一整天的，那你豆子不用啊，它只是把它弄起来种的时候淹那一次。那鼓励农民改种玉米跟黄豆等低耗的杂粮。那今年度已经推广了达104.8公顷，那每公顷可以节水达0.8公吨来说，加上休耕的部分，一年可以节省1.2万吨的用水量。为鼓励高铁沿线水田转型，农粮署针对好尾、土库、元长、北港等下陷明显地区提供节水奖励金，鼓励农民改种番麦、黄豆等较省水的杂粮，搁来持续推测并建议提悬补助来改善地层下陷问题。公视新闻王维雄云林报道。这 AI 敢真正会当看病甲治病呢？其实这是无影的。卫福部是强调讲，毋是医师的身份，是袂当使用医师的名号。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志明医师。就是这个穿医生衫、自称陈志明医师的查甫人，最近伫咧网络抛出一影片，讲台北荣总甲台大病院研究发现糖尿病的原因，佮讲有患者接受新的疾病性细菌治疗会使好起来。不过两间病院拢讲影片内容无实，而且病院内底无这个医生。民众一般信赖这些大医学中心的医师有权威性。但问题是，这2家医院根本没有这个医生啊，所以这是一个假的。事实查核中心讲，这影片拢是由一类多模态、阴性驱动的人物网架生成模式所产生的，就是 AI 的影片。因为卫福部就指出 ，AI 虚拟人物开频道已经是趋势，要厘清 AI 虚拟医师幕后的制作的人是毋是有医师的身份，这是管理 AI 虚拟品质。保障民众健康的关键。若幕后制作的人毋是医生，所创立虚拟的身份，佮自称是医生，发表医疗相关的言论，就可能违反医师法。那他对外是用医师的身份做一个社群媒体的影片的处理，但是他本身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后面要再去查。卫福部强调，若无医生的身份，是袂使使用医生的名来散布医学知识，会赶紧请法规会来解说，厘清医师法是毋是适合用伫咧虚拟医师，卖甲数位发展部 YouTube 频道继续来讨论，是毋是要求台湾的医师频道比较美国的做法，伫频道的说明栏公开合法职业医师的身份。公视新闻赖淑敏、柯嘉穗台北报道。中华 KO 对今仔日开始举办24冬一届的做石大典，拢总有35间宫庙做回来落力。庙方人员甲高丽菜贴甲悬，拢是为着24年一届做石来准备。中华 KO 定位2到开始到明年1月初4，选定25个里35间宫庙联合做石，其中有民众拢总捐出3600粒的高丽菜，要贴做菜山来祭拜，非常壮观。就咱即摆盛产期吼，就用这安尼较好看，别有特色啦，别人无咱样啦。这边有较难的，即阵大家经济较好啦，早期阵大家经济无偌好，阵拢咧做田。
中华科学法院宫甲永安宫是镇内两大信用中心，也是联合造就的主办宫庙。造就由来有侪种讲法，其中一种相传是法院宫伫起庙时出现真济蛇，地方认为是灵地蛇血，所以两间庙伫1929年的蛇年同齐造就，后来就约定俗成，24年造就一摆。科学法院宫是经过3摆的拆迁，上尾一摆就伫1915年。重建完成，1929年来造就大拜拜，安尼已经经历到即阵是第5摆咯。很多公庙毛1天毛3天把它跟湖湾公司总庙是7天下来。以前很多活动，为清朝的红山禁水，这红山都是以前的禁止打猎、禁水、禁止捕鱼。今年的科学造就，除了有来自全台湾各宫庙的新兵，同齐来感召，也有侪笑谈、肉山、花灯、米量等等。庙方表示，造就是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嘛望透过活动，互民众欣赏造就文化的民俗艺术。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来看这家己市政府呢，是透过代理合作来起一间会当节能而且阁有防灾防地震的示范查房厝，希望会当互大家了解节能永续的建筑工法。伫泡沫技术会房间内底、小界内底设计理念甲工法，这间代理合作做伙起的查厝，为建材成本甲折损工法，拢有结合节能的理念，透过南华大学教授详细说明。或社会对查处有新的看法。一般对木构建筑它会有哪些缺点呢？比如说可能是潮湿啊，或是说在防腐啊，或者说在耐火的部分啊，然后就是有针对这些部分有提出相对的工法去做一些解决。木造住宅过去大家都有很多对它很负面的观感，那这个负面的观感，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实际的案子来让大家体会说。什么样叫做木住宅的高品质、高性能？而且我们要控制它的预算是在大家可以接受、合理的范围。因为较早阿里山林业的发展带动家己市的查厝文化，市内到呾阁有6000多间的查厝，过去较侪拢是用整修的方式来活法，时间长、成本嘛悬。市政府甲南华大学合作，为日本引进起查厝的工法甲观念。因为以前典当常常拢是挂文字建筑，拢爱请一寡师傅。木造师傅用一寡以前的骨料啊，用顺家的方式去起。但今仔日这个一般的民宅，毋是历史建筑，听起来都无共款，而且成本佫会更加足低。计划主持人表示，原底这间查厝坑咧无用已经20栋。南华大学建筑系资深甲日本的团队，用同步的时间为拆除甲重启，希望透过这种浸水池的体验感受，互民众对查厝会当有新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球星林书豪呢是来宣布正式退休，伊昨是伫新北国王队的主场，有6500个人做伙来见证。让我们欢迎亚洲天王周杰伦。周杰伦雄雄出现，规场拢喊起来。12月28暗时，伊来到新北国王主场，做传奇球星林书豪退休仪式的神秘嘉宾。他骗了我，他说他今天晚上来不了。你就是要练我的歌，有这么正能量，对不对？有时候会忘记说，我竟然认识一个传奇人物。虽然现在毕业了，然后呢退役了，不过在人生的道路上啊，其实还很长。我们这些球迷一定会继续支持你。原底敢若透过影片祝贺林书豪，而且要求莫搁练伊的歌的周杰伦，直接穿黑色的西装行入场仔来，互事先唔知影的林书豪真欢喜。伫个6500人见证之下，林书豪伫父母、兄弟、规家人的陪伴之下，徛上新增体育馆。就是这里那么多队友、教练变成兄弟，我家人一直支持我，包括我的信仰。当我往后看这15年，我就会想到这3件事。回顾这段对 NBA 金州勇士起步伫纽约 Knicks 唱起来，落尾转来到台湾协助新北国王摕到冠军的旅程，伊感性表示，这15冬来每一步拢是信仰甲韧性的见证。现场大金幕放送伊历来精彩的好球，当伊的旗仔挂伫球场顶头的时，全场球迷大声喊出 "Linsanity"， 向这个阿的拿球传奇致意。
伫个仪式顶头也放上祝贺的影片，包括 NBA 总裁习佛、前队友魔术霍华德，也有演艺界好朋友丁子琪、林俊杰等人，拢录影片送来祝福。虽然正式退休，也毋过林书豪强调，这毋是结束，是人生新篇章的开始。伊会继续用林来疯的精神，鼓励更较侪追求梦想的少年球员。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请唐啊来讲气象。今仔日北部甲东北部的气温回升，但是各地早起暗时温度犹原较凉。苗栗以南这时暗时温差较大，基隆北海岸甲东北部会落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桃园以北东部地区，还佫有新竹、苗栗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